茫茫嘅怒江，全長300公里，圍托中國東南邊嘅高山頂。就算圍托高海拔，不過小南濕潤嘅氣候，本來會變做熱帶雨林區。今年12歲嘅強，佢係歷史出人，係福岡區嘅少數民族之一。佢主天愛唱其他族群腔款，做掠歸太平森林嘅守護者。佢起碼就看到掠歸太平森林嘅轉變。喺佢爸嘅指導之下，強當細心細意，同烏頭口樣種落去。這位駕駛唔壞，一種切勿集中到有男性嘅中鋪體氣，一種切勿嘅花散發出淡淡嘅煙燻味，家人有樹頭香，ក៏含有希諾奇嘅香味，使得來料理沒有治療嘅功效。將外種透過愛大量嘅知識還有經驗，強夾把希望佢好見數百嘅時節愛生意，沒想到數樣。安尼一條將是的招入來，幫助佢哋上到各個級。除了種烏頭口以外，佢哋還摘野生嘅漿果、根、管各含有藥用切物，當作係消滅蟲藥嘅部分。你說出有一句上言，生發有兩件重要嘅事情，是格格同到努力來。強透過圖書那度觀察阿爸來得到知識，比講講佢學校同樹皮切落來，個同樹皮變到最行，見巧巧比面了後，都是得解決的。嘅體型彎彎高高低低，就畫進河壩，本人按照平衡河流去。一條河壩直接延伸到喜馬拉雅高原，彎嘅平衡河流去會穿過山坡。小燕係強嘅表露妹，比佢細漢之時，佢帶頭強裝頭。亦係其他山界南外一片，咪係圍頭怒江嘅邊緣嘅急流位所，本人按照憤怒嘅河壩。一說出嘅裝頭，大部分其他宣言嘅副權，同強款，其他繼續學校讀書。當禮拜表了嘅時節，佢會同屋企人見一拜面。一大家呢，咪會來看佢一拜。到東南亞將會當受到尊敬，小燕同佢人親會落力。那講佢哋滿到小燕嘅功課嘅時節，佢會當風險，未滿足佢哋嘅驕傲。佢哋嘅裝頭為到河岸清氣嘅日節，佢為嘅河壩水當強當急。甚至無人是得求生過去，也無人是得渡河到對岸，但卻是得用溜索，將是得安全來到對岸。係當危險嘅做法，愛特別細膩，裝到100個知名度，但槍轉5個細人是得一個溜索過去，強是係其中一個。不過一下無細膩，還係會受傷。可不帶來不捨的，我可不嘛，第啥把帶的不哩嘛？我睇你，我買把帶的錢，一出去的錢陌生的。小燕姐妹對屋卡街從門看過去，是得看到佢哋溜索時嘅風險。特別姐妹溜過去嘅時節，佢做下當緊張，
小燕有其他摆當危險，咪學定佢要做好預防嘅措施。溜索嘅時節，一擺單槍是得一家人過去，咪要確保唔到溜之前所有嘅裝備抓當安全，乜路咪是得順利運作。有看到嘛？強阿爸特別提倡強，女人甚得要快拍，或是別碰。那麼強到溜索嘅時節，天窗會發生危險。強那個本家也愛先得個，要繼續是得用溜索，佢天窗要當認真來確保得到安全。做手表量，唔好捉到索，整手較緊錯，唔好太狠哦，變到索上擺，安尼好咧。好。強家落地玉灰行當細漢，見唔啲溜索嘅危險性，還知道當好教。其實呢係流傳幾下台嘅歷史出嘅傳統，到了晚還繼續保留。強家妹將對市場轉來，經濟東西太多嘞，所以溜索嘅時節唔係當選，所以家妹天將愛用嘅手臂挺出力。將是得溜過去。唔關係食嘅東西，頭上含有家伙、建築材料，所有嘅東西做下要透過溜索，將是得載到對岸嘅莊頭。橋馬高村去到三排巷，學校是到東岸小燕屋卡嘅對面。搭上人仲有自家嘅物輪，還有安全帶，每自家愛好好來保管。溜索係個人生活重要嘅一部分。我喺嘅生活確定會伴人哋是係一條美好嘅東西，唔過同時咪會伴人哋嘅生活有各種經驗。中國人好食炒菜，韓國肉肉油菜，南外西方人較好食嫩肉。肉類食品，頭前古時代人哋嘅祖先食嘅係生肉，做嘅係手皮酥肉。你落河遼國非洲大陸嘅東北片，強佢想做先生，帶頭兩位大部分嘅醫護人員做下曉講普通話。強嘅夢想是係希望佢哋嘅社區有一個了解佢哋嘅先生。強家爸當禮拜會帶些人去教堂一拜，佢天氣拖個片為不卡人祈禱。自從19世紀福音教派傳教士來到兩寮後，歷史出大部分嘅人都係基督徒。禮拜彌撒係居民適合嘅場所。你說出嘅聲音，此時就係學講普通話，你學教嘅語言，咪係大家用來溝通嘅語言。不過數學對佢哋來講係當大嘅難題，強同同學透過互相討論，來繼續按照原來嘅學習，為到減少事故，聲音愛帶頭學教，所以一禮拜單槍使用一百個溜索。
是早晨7點。雖然對啲蔬菜來講，5月份到10月份係宜季，不過兩萬宜雖然甜皮咧，河壩水還係當太當急，雖然外國去做行廠來穿過呢困難嘅河壩。我係今年嘅理想，咪係親好嘅朋友，係今年3個小組嘅第3個成員。今年3個人共下出門，永久抓有新世界冒險之旅。大家都愛奇妙嘅時間，將是在溜過了200公尺嘅河壩。100個人，係今年熱愛交界。較好用嘅係，今年是得同筆輪掉頭表壓制活卡嘅別項。社區原本安順頭裝頭富圈去日板橋，不過今片單車27戶人家，太陽頭1公里嘅位數有2板橋，不過做下無法度到3個東側。講河壩巡航單槍一條公路，但係事故發生10多個路，無人行透。雖然該路線係停建一條路行1公里，今年天出愛上過拖拉機、公車還有奧多巴，
司机拖了条路上，试车驶到当家，实在当危险。陆巡界需求就是变做给人情报界所在，使得寻到观念，皆是怪界小人，没使得看到相熟。社团体嘅发展进度，真惊小人之间就会比赛，小来同小妹之间咪会互相比较。看门人做签到，咪比较看门人签回头太次研度搞了。我个有写走嘞，怪人人较多我，算唔出嚟啦，算唔出嚟嘅人较多，怪人较多啦，怪人嘅人较多。死怪人较多。其實怪係人嘅阿妹，唔知啊，笑啊！我唔知啊，冇學過怪人前阿妹啊。冇學過，仍然是冇學過。笑啊！死怪係較夾到太。叫叫，又風唔到嘞！車禍當當發生，氣槍強還有夾朋友愛生意注意安全，今日慢慢看到車禍嘅發生。安尼樣個啥？人哋強行入嚟啦，安尼就教下啦。搖搖夾夾，變龍烏鴉。二三三二三。今日嘅媽媽為套書包度變到偷拿切嘅藥、西蟲藥、韓道藥，比將講股票買唔見住。自古以來，中國家家戶戶都會用嚟到藥膏，甚至皇帝都實施用過。嚟到藥膏正見當受到歡迎。今日離開屋企1點鐘了後，來到一個馬吉嘅小鎮。今日外國天係咪有時間，唔是少付唔到。都市嘅生活同今日嘅狀態係完全冇相關。唔是得套向一條街路上尋到冇相關嘅商店，真正見來見到嘅歷史衝人離開今日封閉嘅狀態。每單車幾條索都是得同腦袋嘅世界有連結，強更加中意橋馬吉嘅熱情。你起碼神奇到，你買嘅朋友搶遊樂場安泰嘅平地，強同今日嘅朋友是得到嘅片打籃球。傳統場項就當到新人同嘅比較，出到兩項將入去教室。
实忙同纪律是中国嘅核心价值。学习模式是引进新生同技能嘅知识还有领域交本适应。上课咧，先生好，坐落来。罗拉先生。先生指导嘅学生当作汇报，学生每天就爱尊重先生。强是真有上进心嘅学生，若讲佢坚持落去，佢将会喺医学方面有一番成就。当然招寻到世界各地，佢喺办界嘅适应踏上去学校嘅路，佢能嘅梦想将会设计出世界嘅未来。我希望我未来前途真光明，像是得做先生，做先生是得帮助一个身体有偏切的人，本家人是得言语偏切。